过路我个人中肯呢，错误相亲的下路熟悉吃生，科技空都是马青等马顿大勒嘎地白马，这个节儿中这个等几年正吃素就是咱们有了。这路你懂个里大你为切的年呢，我路如么也是做比做这些年，我家这个你等破素过这个冷木村的4年错。腾的个但是是为切林开挖，阿拉个多是个东这个年别罗这等啊，这是个不正，而家一抓捕，而大瓦罗这，曾经家，而东罗的，抓起罗的，曾经杨素书记罗蒙心就西边的这个他个里面不是日们托苏更子那个南街江南的大瓦里了。出关的呢，这路你东啊那路了，后人这个不等，而很多人才能出去这个把心了，路等个人了，出班的日人婆苏进行的中的，俺这个个人不么是等车这个他跟罗宋等的，俺碰托马过去个，相信是能个托着钱木能的结了等，这路你东啊你路了，忙了个么车个等东什间罗宋等的，马路中我一个同证了。路路等这个汽车从你和啥心呢？这路你懂记录了，马路中我一个同证呢，打车俺这里面真扎子挂灯。这路你懂这个你里话的，地头了个人不么你等车这个容了东西查着药了。这路你懂俺路了，忙了个么车什么等呢？我路大地所有个头站呢，索马俺这了。我一个蒙森真扎子个，罗德马路中个人碰轻层啊，也来动这个了，而过来吃什么个关巴件东西，这路你懂啊，也路了，忙了个么吃等等啊，俺家等呢，四川那干子我已经团正了，人碰他妈这个结了，我等的呢，公司里干的这个里，这路你懂啊，个里大你为切的呢，切几年我的。您这个人啦，多少个别个年初啊，南克的4年地位，我家这个你等啊，多少国家个人们吃起西位个你吃了个。曾经杨村呢，村民那现在的地方啊，但村民没这个投资钱么，没这个投那个，把冷苏准备跟可以了。芬兰等阿拉苏界黄州这个别种这个啦，讲话偏见有了。那么下面呢，我就把这个双语教育的一些对双语教育的一些看法，我自己是怎么认为的，如何搞好双语教学，到底什么是双语教学？特别是对藏区来说，什么样的双语教学更合适？谈一下就是个人的一些看法。那么教育的重要性呢，我想从这么3个方面来谈。一般的我就不说了，我们按照我们实际情况来看，教育的目的最直接的一个目的就是就业，对吧？我想大家现在最谈的就是这个就业。那么就业的角度上来说，咱们国家已经方方面面，我想国内也是这样。所有的就业都需要考试，公务员要考2门课吧，任何一个部门我想都有这个东西。那么这个考试这意味着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教育的质量如何。教育可以说你搞了几十年，我们都可以搞。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从50年到现在，我们藏族教育呢，就现代教育啊，我指的是现代教育。我们藏族历史上的教育是非常优秀的，等等，我不想再去重复它。我只是说，50年代以来，我们使得现代化的教育、现代意义的教育呢，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应该说，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从小学到大学的一种已经成为了一种体系。简单的说，可以这样说。但遗憾的呢，这个体系是有，但质量太差，我们没办法跟别人比较，对吧？大家都知道，每年的高考，同一个地区，
多不要说，就同一个地区，这个普通中学和我们民族中学同学高考的分数线之间的差别。我现在因为这几年我不在这里，所以不是很清楚。但我记得以前呢，都是至少在差100分，甚至有些地方差200分，个别地方甚至达到250到300分。这个就是一个质量。因为高考呢，可能不是最好的来衡量教育质量的一个指标，它非常不好。但是全国上下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评价这个中学阶段教育质量的一个指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对中国来说。从这个指标上来说的话，那我们的藏族的教育相差太远了。不要说跟汉族，就跟其他少数民族比的话，也是相差太多。所以这是一个东西。那么质量不好，我们就业就没办法。同一个地区，你比如说公务员考试的时候，很可能当地的藏族就考不上，那当地的其他教育质量好一点的民族，你比如说汉族，他就能考上。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就业呢，只是谈了一个公务员的问题。那么更多的还有很多，因为教育质量里头体现出来的不仅仅就是你上了多少年的学，这个可能比如说一个汉族和一个藏族可能完全一样。你上了到高三毕业念了，比如说是12年，那么汉族同学可能也是念了12年，但这12年的里头含金量是非常的不一样。我今天呢，主要就想谈这个含金量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差了？是不是我们藏族非常的笨，汉族非常的聪明？所以说，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完全不一样的学生，我相信不用说，这个没办法去比较。一个人的聪明与否，生下来可能都是一样的，民族之间也是这样子的，他可能处的环境各个方面有一点点的区别。但从人的本性，从人的本质上来说，它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以说呢，我等一会儿会讲到，关键是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呢，发生了非常多的不应该发生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导致了我们的教育质量非常的落后，这是一方面，就业方面。再一个呢，跟这个也有关系的呢，就是藏区的商业活动，因为最近我刚好在做这方面的调查。国落我相信也是一样的，就不管藏族5省区，不管你到西藏，到其他的10个州，还有2个自治县，你不管到哪里去，藏族呢很可能往往是当地人口里头的主要人口。比如说在国落整个州的话，我相信藏族是占绝大多数的，比如说在西藏的话，那么藏族人口最多的地方，它的现在统计最新资料。总人口是280多万，那么藏族260多万，占到90%多。但是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相信大家都观察到了。从没干，我觉得，但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是不是？现在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到这个市场经济，那么意味着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大量的人从事非国有的这些活动，不能说人人当老师，不能说人人当公务员，这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更多的这个就业的岗位是谁来提供的呢？是那种私有企业来提供。因为慢慢，国有企业越来越小了，国家现在也知道，就是要求呢，就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其他的呢，中小型的全部要就是私有化，实际上说白了就是私有化，我们叫非国有化，叫做这个民营经济。那什么是民营经济？就是私人经济，说白了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现象发生的什么呢？不管在哪个州哪个县，它所在地上，你们可以观察到，从事这些商业活动的人口，当地的藏族往往最多占到20%左右，有些地方连20%都没有，80%的这些就业岗位被外来人口占有，外来移民占有，大部分是内地来的汉族，还有很多回族。你比如说在西藏，最发达的商业区应该是八国街的附近，
这个是历史上也是藏族最多的，藏族商人最集中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这还不是我调查的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八果街，藏族最集中的这个商业中心，藏族商人只占到所有从商人员的40%左右，那也就是60%的仍然是外来人口。这是我们就是藏族商人最多的地方。那其他地方我给你举个例子，在布达拉宫脚底下，现在有一个我名字忘了，有一个农贸市场。这个农贸市场在03、04年的时候，有很多都是拉萨最大的一个农贸市场，但里面只有2个藏族在从商，只有2个藏族。我不是说藏族都要去从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人口占到了90%多。但是为什么商业人口只占到了20%不到？有很多地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你要解答为什么这个原因的时候呢，可能有方方面面的原因。我相信在座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每个人可能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个人认为，答案虽然很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的教育太落后。我们的教育太落后。比如说，当然教育不是你，比如说，很多商人他从来没上过学，但反而赚钱能手，是不是？所以教育好像不重要，好像不重要。但是从长远来说，不是那么回事情。如果教育赶不上去，那么从事这些就业岗位呢，你就是没办法跟外来人口竞争。因为比如说还是讲拉萨，在拉萨的这些外来人口大部分来自内地，因为拉萨的自然环境条件，包括我们藏区整个藏区的自然环境条件，相对而言它是一个高海拔、环境比较恶劣、缺氧气的地方。很多内地的人口，我个人看到，他不是说愿意到这里来受苦，他不觉得这里是很舒服的地方。也许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不愿意来。那么这些人呢，他第一选择不是藏区，他因为找不着工作，大部分都是农民工，对吧？他要就业，很多去深圳，很多去上海、北京，但很大一部分呢，就跑到了藏区来。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会来藏区呢？原因非常多，但其中有一个不管怎么样，我今天我不是很感兴趣它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我感兴趣的就是要说明什么一个问题呢？这些人啊，他受到的教育，你别看很多是农民工，很多特别是到藏区来的这些很多的农民工，在这里从事商业活动的汉族，他的文化程度大部分在初中以上。你比如说我们四川人很多，对吧？拉萨哪里去的话都是四川人，这是我感觉这么多的四川人，那么你们了解的话，去看看他的教育，肯定比青海省要好。我说的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还不是说我们果鄂州，不是说这个藏区。那么跟藏区比的话，人家的教育就更好，而且是受过初中以上的文化教育，所以从教育上已经，包括它的数量上已经超过我们了。藏族受初中文化教育的人口，好像是占到12.多，全国藏族只有12.多的人呢有接受了这个初中教育，但全国的水平是38.多。全国藏族里头受了高中教育的呢是2.多，高中教育的，但是中国的平均水平是12.多，数量上就看出来了，是吧？这个上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很大的区别。所以说数量上我们已经不能比了，那么质量上呢？等一会儿我主要在质量上讲，那就更不能比了。所以说教育不管从数量上、质量上，我们都没办法跟这些到我们藏区来打工的、从事商业活动的这些内地的朋友们比，我们已经很大的落后了。我们当地人没办法跟他竞争，这是一个了。
再加上呢，这些人呢，他原来不愿意到藏区了，他还是希望去一些他觉得比较好的地方，他觉得从生活习惯各个方面更容易满足自己的地方。因为藏区的生活和他在内地的生活肯定不一样，他肯定，比如说他在深圳的生活，肯定他感觉可能舒服一点。所以这些人呢，总是去了这些地方，但是去了这些地方以后，他找不着工作，或者干了半个月、1年或者2年，最终呢，他没办法的情况下，他来到了藏区。那要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了来藏区打工的这些很多内地人呢，他不但他的教育上要远远超过我们的当地人，而且他还积累了很多的从商经验。这个呢，我没有去调查过，就是在这个西藏的内地人的从商人员的经历。但是哈佛大学的一位老师啊，他专门做了移民的调查，然后发表了他的论文。他就说了这一句话：到拉萨来的很多的内地的四川呀、河南呀、山东很多，这些人在来拉萨从事他的开一个小商铺的以前呢，他已经在全国各地可能去了很多地方，最后落脚到拉萨来，说明他们的从商经验也很丰富。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我们就说我们没办法竞争，也就看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如果教育我们连数量上都跟不上，质量上就更达不到，我们怎么去跟他们竞争？那么我刚才说了，就业非常重要，而这个领域又是就业的一个大头，将来肯定是大头，而且现在已经是在大头。你不可能人人去当老师，人人去做公务员，对吧？所以说，很多人要找工作的话，你必须在这个领域里头找工作。不管我们以前有没有经验，怎么样，你要找上一个工作养活自己的话，你必须在这里头有。所以我们在座的老师肯定要有这个眼光，在教育你的学生的时候，肯定你不可能说我教育的孩子出来以后永远就是公务员，永远就是在事业单位，不可能的。而且这2天大家也看到，事业单位的养老金也要跟企业看齐，你们都看到了，对吧？所以这些事业单位可能慢慢跟企业没啥区别了。那么这个改变了以后，那是不是说公务员就不改呢？不可能，国家也说了啊，这2天大家要是喜欢上网的话，也能看到，公务员制度肯定会改革的。国家不可能失去这个公平，让公务员的养老金什么都比其他要高，这是不可能的。他肯定逐渐的要打破这个东西。那么再加一句的话，就是对于藏区来说，教育就更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藏区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我这样说的话，大家觉得我在矛盾的很。自然资源很丰富嘛，我们要那么好的教育干什么？我们有我们的自然资源，我们有很多的矿，我们有很多的森林，我们有很多的什么，我们就可以富了，我们就可以怎么了。但是别忘了，藏区的自然资源虽然非常丰富，但是非常的脆弱。你稍微不注意把它破坏了，你可能上百年都恢复不了。我相信在座对这个也是非常清楚，国家也已经看到这个东西以后，退耕还林等等保护，现在砍伐的力度越来越少了，对吧？很多比如说甘孜藏区很多地方就不让砍伐了，以后，当地的农民是穷了，他们这个生活来源是困难了，但是对整个国家来是有益的，对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来说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们不能为了经济发展而断送了我们子孙后代的路，这是一个大道理，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道理。这个在我们藏族历史上，我觉得这方面做得非常之好。但是遗憾的是，解放以来我们做了很多的破坏性的工作，为了搞经济，所以很多经济发展，结果导致了很多自然资源的破坏。现在把藏区叫什么呢？叫亚洲水塔，对吧？大家都知道，叫亚洲水塔，世界屋脊。那么亚洲水塔是什么意思？而且有些经济学家甚至提出来说什么，我们完全要保护起来在这个青藏高原的自然资源。如果这个被破坏了，不仅仅中国的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甚至也影响到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地区。98年的洪水，大家记忆犹新，对不对？98年的洪水给中央一个很大的信号，
你如果再不保护，那这种洪水会经常来，就不是98年了，每年来一次都有可能性。但原因肯定会非常复杂，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做好对环境的保护，破坏了环境，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说，很多经济学家怎么提呢？青藏高原的价值不能用经济价值专门的 GDP 去衡量。GDP 是哪他妈估个吧？因为我这些人这个对的好，讲有些呢国内生产总值，GNP 是呢国民生产总值，这是个。那如果仅仅用这个来衡量的话，可能我们远远落后于内地。所以人家有些经济学家就提出来，不能这样来衡量。青藏高原的价值，要从它的环境的角度，对它对全世界的利益，从这个亚洲的利益，对中国内地内陆的发展，从这个利益上，从它的环境的价值来衡量，而不能从 GDP 来衡量。GDP 只是一个数字，你的经济怎么样了？增长了，今年是多少，明年是多少，看起来非常漂亮。但是呢，如果这些的增长是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话，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发展。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在历史上藏族文化对这个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对吧？这个我相信很多科学家，很多特别是了解藏族文化的人，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视的。因为我们藏文化的核心是佛教文化，而且佛教文化对环境的保护是非常重视的。它的环境的保护，我说这些好像就没必要了啊，跟着那忙就单位都忙没些，七写的这个小对，好了，我打住了，到这为止就说了半天，说了什么东西呢？教育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也就是青藏高原，我们藏区的经济建设不能以环境破坏为主，不能以开发自然资源为主，那么以什么为主呢？只有一条路，更高的价值量，更含有这个含金量更高的高科技形式的发展。那么这样的东西就经济教育就提出了更重要性，对不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可能是一种粗犷式的，不是集约式的。你必须是集约式的发展，那就更对教育的要求就更高了。所以说，如果教育上不去，那我们将来可能就是仍然是以破坏自然资源为主。那么这样国家不允许，而且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相信也是不允许的，是做不到的，因为要为子孙后代着想。所以说，教育真的是太重要了。那么教育既然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这么差？教育的贡献，教育的这个所发展的程度，我今天不想多谈，但是大家不要误会啊！教育解放以来，这个中央政府对藏区的投资，特别是在教育上的投资，这个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但今天我不想去谈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大家都是看得到的，大家都已经亲身经历了。今天你们作为这么多的老师在场，这已经是一种经历，已经知道国家的投资，你们的工资都是中央政府在拨给，对吧？完全通过果洛自治州的财政来支付大家的工资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想这个重要性不需要说。但我今天想多谈的是问题。只有我们谈到更多的问题以后，教育会发展的更好，所以，但是大家不要误会，说我谈的好像教育没有贡献，教育全是问题，不是那么回事。教育我刚才前面已经说了，从小学到大学，在国家的扶持下，我们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了一套以藏族母语教育为主的一种教育体系。你可以说，简单来说，可以已经达到这个体系了。但遗憾的呢，就这种体系还不完善，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特别是藏族教育的质量方面太差。那么教育质量差的原因呢？我们很多老师，包括我在内，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呢，很容易的给由于历史的原因、地理的原因等等，我想写报告的时候都这样写，是吧？由于历史的原因、地理的原因，所以藏族教育落后，都是这样说。
有些是小学，原来是小学3年级或者4年级开，现在好像大部分小学可能是从小学1年级就开始了吧？对，有个，大部分从小学1年级开始了。那么西藏的情况怎么样呢？也是这么个情况，小学就是这么个情况，都是用藏语来授课，啊，但是呢，家是有汉语文课程，就是一门课，但是上课的时候，其他的课上课的时候都是用藏语来上课。但是到了初中、到了高中阶段以后，整个藏区的情况就是很有意思了。可以这样说，在全国藏区，除了少数的高中以外，在高中阶段，个别的高中以外，大部分高中全部是用汉语来授课，家是有藏语文。这是我们高中整个的阶段，而且这种高中的数量最多的基础。